你知道吗？在雪中的巨北城外一战中，北莽派去对抗徐凤年等18位宗师的高手有哪些人呢？今天就来带大家盘点一下巨北城外的那些北莽高手。第5位，种良。种良号称是北莽魔道第2人，仅次于洛阳之下。他的兄长更是北莽大将种神通，因为种良要比其兄长更为出色一些，因为他的心性坚韧不拔，精通百家之长，将众多的武学融为一炉，成就了指玄境界。但真正的实力却不输给天象境，因为种良知道自己没有金刚体魄，所以并未一味的去追求杀伤力来跻身天象境。在武学造诣上，从枪术上另辟蹊径，只取手势而不取攻招，力争拒敌于枪尖之外。在北莽之中，一向以离经叛道而名震草原，并且种良还有自身武学落叶归根处，跟枪术刚好是互相弥补了不足。而此人也在巨北城一战中被于新郎斩下头颅而死。第4位，李凤首。此人是北莽中被誉为天才剑客的存在，有着一截柳的称号，剑术诡异至极。李凤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慕容宝鼎的私生子，有着平淡无奇的样貌，却有着一个诡异的金色眼瞳。他曾在中原之腹地中跟慕容龙水等人一起追杀和合姑娘，但却在当时被徐凤年拦腰斩断所击杀。不过李凤首却并未就此身死，而是利用了失传已久的大秦秘术死而复生，在巨北城外中继续对付徐凤年。当时镇压徐凤年的天道公主就跟李凤首有着很大的关系。据不少的读者根据原文中的细节推断呢，似乎这位李凤首的前世是被大秦皇帝所灭掉的一个国君，所以跟徐凤年之间也有着很深的羁绊，但最终还是在巨北城外再次被徐凤年所杀。无论前世还是今生，他依旧不是徐凤年的对手啊。第3位，慕容宝鼎。慕容宝鼎是北莽的一位皇亲国戚，40多岁的年龄，形象也十分的高大，有着半面佛的这个称号。在北莽江湖之中，一直以皮糙肉厚著称，体魄更是被誉为纯粹5人中万中无一的金刚境界，甚至号称不逊色于龙树圣僧和李当先的金刚不坏之身。不过在历届武评中，慕容宝鼎哪怕是登上了榜单，名次也非常的低。这倒不是实力不足，而是因为慕容宝鼎善守不善攻。早年跟种良联手埋伏徐凤年的时候，就刻意的隐藏了自己的修为，在整个雪中中论忍字，慕容宝鼎也能够排到前3的位置。他的城府并不仅仅在北莽之中，而是志在中原，所以在两莽大战中，慕容宝鼎也同样出战了，但最后被南诏韦邈破掉了金身而死，最终也没能够达到自己心中的宏愿。第3位，邓茂。邓茂这个人曾跟随洛阳和耶律东床前往中原中逐鹿山，还拦截了过黎阳押送高叔路南下的广陵道的车队，跟着2人在黎阳境内走南闯北，所以邓茂对于中原江湖并不陌生。虽然邓茂对于洛阳有着一些的爱慕，但他本人志在登顶武道巅峰，因为天赋并不是很出色，所以邓茂也是靠着自己不断的勤恳修炼，成功熬到了天象境中。但邓茂虽然成功登顶了武平，却因为一条奇怪的言论，耻于慕容宝鼎之后，羞于在邓茂之前，而断了自己的毛，养了蓄意20年的时间，只为拼尽一生的修为，以天象境击杀陆地神仙。但巨北城一战中，邓茂还是被轩辕清风所击杀，所以到最后邓茂也没能达成理想，毕竟当时的轩辕清风还没有达到陆地神仙的呀。第1位，拓跋菩萨。要说两莽大战中北莽最出彩的高手，那么依旧是这位北莽军神拓跋菩萨了。其实在王献之之后的武平第2，如果不是在北莽中他的晋升神兵被洛阳所毁掉了，可能拓跋菩萨的实力也会更进一层。而在两莽大战之前，拓跋菩萨也跟随徐凤年在西域中辗转数月的时间，差一点就被徐凤年砍下了人头。当时是李密弼施以援手，才保住了拓跋菩萨的一条命。其实从这时就能够看出他跟徐凤年之间的差距所在了。而在巨北城外，拓跋菩萨更是成为了天上仙人对抗徐凤年的棋子，强行灌输修为给拓跋菩萨，帮助拓跋菩萨突破到了无暇陆地天人境中，也就是所谓的天人大成生的境界。可以说当时拓跋菩萨已经是天上地下唯吾独尊的人了。当时拓跋菩萨跟徐凤年的巅峰一战，甚至被后世评判为唯有吕祖战吕祖才能够媲美，而世间吕祖仅仅只有1人，也就说明了徐凤年和拓跋菩萨的一战是1000年未曾有过的存在。不过这一战的最后结局还是拓跋菩萨失败了，徐凤年用光了徐家积攒多年的气运，才几乎在当时杀掉了天人大长生的拓跋菩萨。当然拓跋菩萨并未在那一战中身亡，也算是两莽大战中唯一一位存活下来的北莽高手了。只是这一战中拓跋菩萨被徐凤年重伤不复境界，这也就了却了这个北莽绝世高手的一生，再也无法恢复他之前的武道境界了。而徐凤年在之后遇到小地瓜的时候，拓跋菩萨
可直接成为了计量单位。果然呢，拓跋不是主角，即便是得到了天人馈赠，也无法跟徐凤年相比呀。好了，关于雪中悍刀行中据北城外北莽的高手介绍就结束了。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。